阴影，马开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好多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嘛多，从今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走，落去天堂。到了该去路，前一点轻松，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两只猥琐，幸运线一只细细嘅希望，爱行通，看起世界错也很错，本爱一站巅峰，感到一点轻松。天不夜，阿川老师老先生告白呢。洪先生哦，天天就在日本呢。啊？居然都要走了，那个屁！既然已经决定了，就把检举信都进阶相聊，还在犹豫什么？俺让暴增，俺听说会拿到牌，做一个后教练，老气的里德搞本爱。Excel 杭州好。错啊！俺让讲，俺之前为了注册，还想不想老做好社会的？哎，小心小心！孙磊孙磊，你自己小心一点，形状丑，没很怕，不要受伤就好了。切后放进锅子里面就可以了。萝卜要煮久一点，啊，比较不容易烂。哎，等一下，这些东西很快就熟了。如果跟萝卜一起煮，等萝卜煮好了，这些东西煮烂。奇怪呢，就好好一个南美人，用暗地出身啊？我爸妈常不在，所以我从国小6年级就一个人下厨。不过我是不太习惯跟其他人一起煮东西了，有些情敌。情敌？乃迪，你老玉告白了。我上次也想跟他告白，不过他似乎猜到我想跟他说什么。唔系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唔讲迄记，人会伤迄记，敢会强伊个记？无可能啦！唔告白迄记。老爱告白的记，哪有可能去强迄个记啊？知无？乃中医有意。这，我哪会啦？你们中医。谁来？还没你呢。我现在正在讲啊，我就都消息怎么按铃整啊？不然就你整你。
六长很有默契耶！来干杯 ！Come on, cheers! Come on, cheers! Cheers！快来吃一下，再吃一下它的爱心萝卜。这个爱心萝卜有吗？没有。哟，这个了。用爱心教它切的。同性恋哦，要不要我喂？哎，不要，不需要，不用吗？我不需要。大海沙洲，吹着凉风，一路四都改走三档红，输给迷途，小暖给你跳，因为给温度嘟嘟好，爱嘅梦想，自在轻松，本来因你马改就不是错，简单最好。麦子啊，你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吗？唔过，你两摆顶布条的目的，和松摆嘅态度无相用啊。对，眼睛你摸胸到哎，我居然会参加方佑仪的送别会。方佑仪哎，你有一对爱，唔记得了？好饿哦！哎，熊文康，你是饿死鬼投胎的、啊？哪有啊？亲爱的队长，我可以跟你请个假吗？我去买个东西，马上就回来了。哦，这时候就会叫我队长啊？拜托啦，我快饿死了，肉都那么多了还吃。哎呦，好啦，快去啦！谢谢队长，小心一点啦。熊文康，帮我买针啊！练习又没跑那么快。唔怕啦，等他在你身边呢。哇，你讲的哦。哎，突然教你几？千对折，哎，我超不会折的。四格都要，三角形的也看不懂。正方形跟三角形的都要。今天我问我自己，明天在哪里？失去方向，停在原地。塞，哎，丹哦，没想到你手那么巧哎。哼，其实要老松柏迄年副卡折给纸莲花差不多啊。哎，你提这个折一下，念句阿弥陀佛，这效果会很好吧？哎，大家来吃宵夜了！哎，别客气哦！哇塞！哎，我都算刚刚好了，每个人都有，快点！哎，熊文康，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大方啊？哎，因为这是一个团队啊。不过什么？我把这个月的零用钱都来买宵夜了，所以这几天就先帮忙两位了。你还批乱呐！我没钱了，我跟他们要，我没钱。你走啊！一定有了，走开！我不要，你跟吞吞要，跟糖糖要。我没有，我没有，你跟吞吞要。大雄要抢人家的钱，真的小心啊！给我拿饼干，自己爱乱买。我要喝先讲，我要喝先讲。即使夜无风雨也无情。来，声音。10多万嘞！喂，英语，来，小心，小心。
啊，给酒。你是谁？卡你有冇拿出来？好上的希望，都咧亲属交本机。还有啊，有忙下。大家都按不会下，都得要扭下张丑啊！你讲的冇唔错，也许不爱做我，哈口累了。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轻轻声一在细细嘅希望。叶玉，起床了。叶玉，起床了吗？阿川，我小温，佑仪不是明天走，因为他不想让大家送他，所以他故意提早先离开了。他已经去机场了，我知道一下经路，如果大家快一点，应该来在路上拦到他的。改统离台港，学校集合。跟上来啊！加油加油啊！东天府真的不会警告你啊！我查过了，上高速公路去机场，一定会经过这条路的。
哦，小姐，你看现在年轻人体力真好，竟然有人在河堤上做啦啦队。麻烦停车一下。教练，老师，教练，老师，罗院长，老师，看你老太太讲的哦。老师，你怎么就这样走了？不让我们大家好好的跟你说声再见。为了帮你准备最特别的礼物，我们大家偷偷努力了好久。对啊，大家昨天熬夜布置的礼堂，你都没有看到。你们的心意我都知道了。教练，是给你。希望这些光碟可以代替我们陪你去日本。加油！那些只是先借给你的啦，回来记得还我们。放心，我过2年就回来了。到时候希望你们可以长大一点，不要再像傻瓜一样，连社会的现实都不知道。冯学长，这是大家的心意。谢谢。我太太去搞本嘞。听众们本什么？好了，你再不走，飞机赶不上了。老师，放假的时候一定要回来看我们。老师，要放开哦。那赶不上飞机，你们要帮我出一张机票。再见。加油！老师，只有过去搞，加油！我带走了吧！加油！加油！去搞包抄老师了！再见！大家不加油啊！大快下冲，吹南凉风，一路四都改走三当红，输给迷途，小暖给你跳，因为给温度嘟嘟好，爱嘅梦想，自在轻松，本来因你马改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全降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马道，从今一站生命颠簸，洒洒出走，落去天堂，到了该去路径一点轻松，山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两只猥琐的人生，一只细细嘅希望，爱航通，看起世界错也很唔错，本爱一站巅峰，感到一点轻松。
吞吞，你是真正的勇者，能够无惧地面对挫折，无惑地坚持梦想。你的努力和坚定，成就了契尔里德，也启发了我。蓝农，聪明、热情又率直的你，有股让人无法忽视的魅力和傻气。但小心不要太过自信，多付出体谅与同情心，并注意自己暴躁的脾气。人都走了，硬要打我一枪。仔仔，认真负责且正义感十足的你，总是踏着坚定的脚步，默默努力着。但是要记得，把握当下，放轻松，你会得到更多。斧头，全心全意朝目标前进的你，有本事在任何一个领域闯出一片天。但是别太专注于自我，试着对别人的感受敏锐一点。唯有和外界取得平衡，才能找到真正的成功与快乐。糖糖，你甜美微笑的背后，有着令人难忘的坚强。谢谢你的加入，有了你，契尔里德会更强大。大雄，单纯乐观的你，总是不求回报的为朋友付出，但是爱别人也要爱自己。今后试着尽量展现自己吧。小雅，你总是充满自信，勇敢追求自我，一直是众人的焦点。但是记住，不劳无获，认真的你会更加耀眼。小爱，温柔感性的你，做任何事都充满热忱，只要有你在，契尔里德就有旺盛的气势。浩呆，自信而诚恳，敬业又乐群，我想没有人会不喜欢这样的你。今后不论遇到什么挫折，请相信这样的自己，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你。慢慢，安静的你总是默默地为契尔里德付出，你很棒，要更有自信。宣如，多练习，相信自己，你一定做得到。麦子，你的全心付出与耐心，是凝聚众人的力量。你是队长的不二人选，今后要更有自信，做自己生命中的主角。谢老师，以往缺乏自信的你，最近逐渐显露出你值得信赖的本质。即使困难重重，你也会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但记得，虽然要全力以赴，有时也要顺势而为。孩子们就交给你了，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我们来练习吧。由于老师不在，我们更不能偷懒，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好好的表现。对，我们是永远的契尔里德。Cheerleader, ready, let's go! 加油 ，Go Go！ 加油！练习了。三档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两只尾数轻轻旋，一只细细的希望。大师你好。弱死买这双啊，4000多块，太贵了啦！不会啦，这双哦，我不要了，我要这双啊！不要啦，这双没这张裤，这一双好。哦，我又不追求酷，要买你自己买啦。自己买啊。请问
需要试穿看看吗？哦，不用了，谢谢。哎，走了啦，走了啦，走了，快点走，谢谢。走啦。干嘛？我要买鞋啦，下次还买啦。怎样啦？我发现我这个月零用钱都花完了，没有钱买鞋。我借你就好啦。我不要，这是比赛要穿的，而且我觉得用自己的鞋买会比较有意义。哎，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聊啊？不会啦，买吃的哦，这样很有意义啊。那现在不买鞋啊？我去买个真奶，走吧。哎，我会吃牛排吗？好了，走了。那么好。哎，那我要一克。还是要糖糖，该痛按做落好教哦。唔怕，系做啲天数以后啊。人家长弟哦，为做啦啦队教练，真经无按改啊。其实哦，人家对经济啦啦队也无按爽，就怕有买素菜做唔好，对奉献上哦都歹势，还要坏大家对比赛的事情无信心啊。我想按到爱有信心，佢无信你就唔爱把啦啦队搞本你啊。OK 啦，就算你无了解啦啦队，还应爱啊。唔怕，还没想到今后嘅 ending pose。好啦，你看，调到资料，应该喺网络档有寻到的，来吃到啊，也给，唔会吵，看。亚英男，他唔听。安尼哦。书也给。做得。亚比啊。亚比，对哈。你喺讲亚亮的弯过来，错吗？做得，哦，下去了，好。教练啊，我想要抢问啊，周马郎啊，这个少皇啊，都先发位置啊，变都替补啊。而且之后少皇那个状况都无好，啊之后拢去休息一下，应该较好一些的啊。冇，教练，我无因为按人的想法来错的，我因为啊压力咯，做啲帮助因就进步啊。我从细对我来嘅教育去讲哦，遇到困难哦，一定想办法解决嘛，唔免抢按人来，你也肯去休息。这很去表态嘛，休息唔等于表态呢，徐先生。唔该你慢啦，教练，我希望你哦改变你的安排啦，本来就徐少皇啊继续担任先发位了啦。徐少皇锻炼体能都不认真，难怪从先发变成替补位置了。教练球认真一点啊！认真一点。靠，你爸也太凶了吧！靠，老K他爸也太猛了吧！直接到学校教训教练。对啊，老K这么爱面子的人，一定难过吧？上！先发了不起啊！报那么多大学啊！谁？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什么都没看到了。刚刚的事情，你要是敢说出去，你就死定了。
熊，你用的啦，你长虫啊？没有啦。哎，我们为什么不去麦子家抄作业啊？在这边抄，好不舒服哦。你是白痴哦！麦子家有一个学校老师哎，用点大脑好不好？那在神明面前抄作业就 OK 哦。哎，会不会是因为他是你干爹，所以我们才不被惩罚啊？放那边。哎，对了，明天中午我不和你们刷锅了，下午我就直接和你们在学校会合了。你生病了？你才生病嘞！跟你中午刚才冇一停嘅遊戲啊？没有啦，我明天想去看篮球比赛。你很无聊哎，不要学人家什么林来疯好不好？哦，没有啦，只是我今天在顶楼上看到老 K， 他看起来好像有点难过哎。哼，活该。我觉得他应该是为了这场篮球比赛压力太大，我想要去为他加油。哎，你记得老 K 他以前怎么欺负你的吗？但是老 K 他身边好像都没什么朋友哎。我是说，像我们这样可以互相力挺的朋友啦。我知道那种孤单的感觉。竟然迄朋友哦，跟穷哈希啦，真的吗？黑啦，穷哈希，穷哈希啦，穷哈希啊，穷哈希啦，好，一起去，一起去。收来啦，又我收，不然嘞。调一场。明天能和大家一起参加比赛吗？我已经退入篮球队了。教练还没把你的退赛名单交出去，所以你还是光复篮球队的一员。就算我求你好不好，帮我这个忙，这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今天我爸去找教练，好不容易又把我从候补调为先发，所以这场比赛我输不起，也不能输。三档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两只尾数，经营生意只细细嘅希望。现在时间还有60，先预备好，接下来2分08秒。
不好意思。收啊！你看看，一副垂头丧气。待会要比赛了，打起精神来。我可告诉你哦，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啊，才让你教练啊把你换到先发的位置。待会尽全力打球，然后不要再让我失望，知道吗？知道。哎，老 K 阿豹好凶哦。对啊，压力这么大，难怪老飞常常欺负人。什么狗屁借口啊！压力大就可以欺负人哦？那我不是整天都在欺负人？你压力很大啊？大啊！睡觉都怕被老师抓，当然大啊！来，集合集合！来，跑步跑步，快点！快点快点！这场比赛对我们非常重要，但是放松的去打球，去享受这个比赛的感觉。OK， 把你的实力再拿出来，好好的做表现。OK， 拿出你的实力。哎，阿军回来了。哎，有机会，有机会。好，快！谢谢你回来帮忙。好好做防守，把自己的实力拿出来，好不好？好 ，OK， 加油一下。来，好，1、2、3，走！防守，防守，防守！还是啊！大快下球，去年流风，一路四都带走三档风。加油！小暖给你的，给你给温度度度好。防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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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徐少啊，在搞什么？关布，关布！球，快！快点啊，传球啊！搞什么？怎么样？赢球的感觉还不错吧？
开始是很高兴，不过我在想，如果老 K 没有把泻药放在人的水里的话，那我们还会是冠军吗？我早就猜到你会这样想了。这是什么？这是我麦子特制的特调饮料，里面有红茶、绿茶、奶茶、乌龙茶、酱油、乌醋、辣椒芥末，还有过期的柳橙汁、柳丁汁，最重要的是榴莲汁。来了，动！不要动啊！再动，很会动。来了。喝掉它。什么东西？只要你喝了它，之前的事我就当从来没发生过，也不会再说。等一下，我有点好奇，那个以后绝对不会再提起的事是什么事啊？你自己选吧，只要你喝，我就不会再说。我也不会说。我已经喝完了。要是你们两个不遵守规定的话，我就……走开！滚吧你，徐少华！命又很好喝，干嘛吐成这样啊？谢了。外面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借我几张卫生纸？有没有人啊？谢谢你啊！不管你是谁，先谢谢你啊！嗨。哎，对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刷锅？靠！不要在厕所里面约我吃东西啊，很恶心哎。对不起啦。那个邱文康，哎呦，就对于之前的事，我介绍你的道歉。靠，谁要跟你道歉啊？你不是要跟我讲说，对于之前的一切，你感到很抱歉吗？我像是会说那些恶心话的人吗？不像了，很像吗？不像了。不好意思，我是麦子的同班同学，我叫徐伟军。有什么事吗？我想要加入竞技啦啦队。大雄唔迄讲，叫伊去搞落咪较有意义。因为佮上困难无。哎呀，唔怕啦，大家看我老弟嘛会出动意啦。所在讲，你还迄老大雄手一摆个送你啊？这双哦。不过大雄比穿几号？那基本看过咧，8号。小姐，
不好意思，我要这双8号的。嗯，谢谢。喂，南龙哦，拍谁了？我不小心睡过头了啦。好了，我在这附近，我快到了，等我下啦。好。哦，客啊，大雄真嘅很低呢，佢起价去3年还没唔记得。哎，大雄大雄哦，看到你海，听说会动欢喜啊？唔会动欢喜啊，因为听死了。客啊，你跟大雄越来越像哎，用用嘴嘴。我马屁啦，好的啦，好的啦。老弟，准备好登记啊？哎，草莓。干，准备可以说带钱来，现在怎样？装死啊？啊？跟讲话不会回答是吧？靠你哑巴！钱呢？看什么看？可以借一点钱，买书充实一下知识。啊！哎，他们是我朋友，如果敢动我，就等于动他们。你们2个是不是要挺他？我跟他不熟哎，但是我看你不顺眼啊，所以我挺他，怎样？哎，你帮老 K 他们写作业，给他们钱，你的月班当做朋友吗？朋友唔可以按你搞嘅，你唔可以用嘴讲，而且给你们做朋友就可以的。我会听你们的，我会听你们的。我说今天，哎，你们要住手啊！干不关你的事啊，滚开啦！这事我管定了。想怎样？想打架是吗？管事啊！啊！想打架是吗？想打架是吗？就从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球技高超，应该是队上的明星，没有我带领，球队更不可能赢球。直到，对我很高兴有这次的挫败，因为这让我开始思考很多事情，像是跟队员之间的友谊啊，然后自己的未来啊，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一个人道谢，阿军，我要在这边谢谢你。为什么你知道的？不过我们说好不提起。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跟一个人道歉。大雄，熊仁康，大雄，我跟你抱歉，对不起，之前对你做那么过分的事情。麦子，你在找什么啊？心啊！啊？一半的心脏啊，他的心脏不见了啦！我很了解大家的心情。对不起，我们心情练习。来喏。Someday it's time to hot hole. Let's go. 两个眼追起他的，另一个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撒掉，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and 你容量变心不tango， 爱慕咪 say 爱慕咪，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Come on， 亲爱 Sunday。哈口嘞，我小爱哈口嘞，最后迄个哈口。哈口嘞，我小爱哈口。Yeah， 你讲的冇唔错，我是不会做破。半个一个 word， 声声滴滴，听到滴都不停的 sir。
research， 原料配写下到本年的 homework， 爱阮什么做谁，嘛阮什做唔好谁。It's time 时间到咧，拍摄现爱需要摆体咧，爱水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伫 Wednesday 轻松，表慢一条，到唔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Come on， 亲爱 Sunday， 下课嘞，爱俗的下课嘞，最好迄个下课嘞，爱俗的下课 ，Yeah， 你讲的冇唔错，爱是不爱做波，下课嘞，爱俗的下课嘞，哟，用要喊忙下课嘞，爱俗的下课，差不多了啦。好啦，电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蔡孟富，我是蔡孟富。我小學時節，我係一個學校參加比賽，台體上都有得名嘅跳遠選手。啊，所以我當時我一直很希望自己是能夠到時候去當一個跳得很遠、很高的一個，到時候可以念一個這方面的學院的一個選手。這個夢想雖然沒有實現啦，不過呢，我還是鼓勵大家尤其係後生跳的後生你們一定要為了自己的夢想，千萬不要讓自己的夢想破滅。祝福大家都可以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